在中国最近毋但是甲菲律宾伫南海有冲突，伫东海也甲日本玩袂煞。中国海警的船是入去钓鱼台附近的海域，结果煞互日本来指控伊侵入。中国也反过来指控日本的渔船嘛是共款驶入因的领海。学者就讲，即个拜习会了后，虽然讲美中关系有较冷静，也毋过即个中国有关是会伫东海甲南海来展现因的实力，甲因本地的范围顾好掉。中国海警船向菲律宾船只喷射水炮，四周围也有几多只小只船伫边啊，毋过冲突毋若安尼，会当清楚看到相反的船只直接弄做伙，真危险。中菲伫南海的仁爱暗线，搁再有争议。中国讲菲律宾的船只非法走入去附近的海域，运补物资，侵犯中国的主权，海警依法实施管制。佮讲菲律宾的船只是故意的行为，毋过菲律宾是讲互中国的海警船弄着，佮指责中方发射水炮，造成一只菲律宾籍的船只发动机严重毁损。菲律宾依据非法无效的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否定中国对仁爱礁的领土主权，违反国际法原则，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中国方面毋但伫南海甲菲律宾一直冲突，嘛伫东海甲日本各有争论，找到中国2只海警船进入钓鱼台历史周边的海域，引起日本的不满，讲中国侵入领海。毋过，中国海警局颠倒讲是日本渔船非法进入领海，依法甲赶走。学者分析，拜习会了后，美中关系变较缓和。毋过，中国要展现伫东海、南海有一定的势力，袂因为美中关系放弃家己讲的国土利益。现在中国它主要走的就是在一个美中其实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缓和的状况，但是在周边区域的一些竞争上面的话，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区域利益是对中国来说，它是绝对不会去屈服的。国防部嘛公布，强军山东号航南偏队阵在沿海峡中线西边由北往南穿过大海，显示强军想要伫大海、东海、南海这个区域的无明确的所在行动，持续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威胁，也向中国民众表明要加强稳定内政。记者综合报道。